大家好啊，又係我高進，歡迎再次嚟到高進 channel。今日嚟到邊啊？梗係嚟到我哋香港嘅國際機場啦。今日高進要搭11點班飛機，要飛日本大阪 Osaka，為當地嘅公司進行拍攝廣告嘅。好啦，咁啊高進都要出下鏡啦，係咪先？好啦，唔好意思，我嗰個自拍棍擺咗喺個行李篋嗰度，而家手揸住邊個最靚嘅機，梗係深圳 Vivo X300 Ultra 啦，冇得輸嘅真係，係咪啊？好啦，計上一次，計2個星期前，高進去咗日本東京，好短嘅 trip 都係拍當地嘅廣告，3日2夜。好啦，過咗10零天之後，今日去日本 Osaka 大阪，又係為當地嘅公司進行拍攝廣告。嗱，拍完廣告之後咧，高進會應承大家拍多啲行街街片俾大家睇，好嘛？將當地嘅譬如話嘅食拉麵啊，或者樣嘢都影俾大家睇啊嘛！行街街片記得支持我高進，華強北出片王 GS 高進冇得輸。好啦，當地點樣咧？嗱，因為高進咧啲日文咧真係麻麻地嘅，好在有翻譯機王智學通嘅平哥贊助我高進呢個咁 mini 嘅翻譯機，係咪啊？暢通無阻啦！日本唔係淨係日本啊，全世界都暢通無阻啊！如果有需要，叭聲落去揾翻譯機王智學通嘅平哥。好嘛，選購你心儀嘅翻譯機啦，係咪啊？好，高進到呢度，報道到呢度先好嘛？有啲咩去到日本再同你傾。好，慢慢turn下彎轉翻俾大家睇先。今日有少食螺絲嘅嘢，仲未食早餐啊！多多包涵啊嚇！記得支持我高進，一齊散發正能量，生命影響生命。OK， 好。